题目呢是关于债务管理。大家知道这个从去年开始，还不是去年，就今年哦，这个今年这个9月份开始啊，这个债务问题啊，突然一下子这个成为这个国人啊议论的这个焦点。那么这个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呢，也把这个事情啊明确的说出来了。这个，我想大家作为中国人啊，你们都应当知道，中国人不太愿意谈债务，对吧？像我这个年龄阶呢，我是看到了中国从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然后到开始的1978年开始发行叫国库券，对吧？发这个债，这个应当说在相当程度上我都参与了这些事情的这个过程。然后呢，这种不断的这样过来。那么现在呢，看来是发债啊，作为调控宏观经济、平衡宏观经济运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了。因此啊，这个我们在这个中央金融工作会、中央经济工作会呢，都明确的提出了要建立这个高质量的政府债务管理机制。我今天呢就这个问题啊，跟大家来做一点分享啊。这个监视器不，算了，这样，监视器不同步啊，不同步，算了。这个我们知道，这是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啊，提了很多的新的内容。那么其中呢，就对于我们这个市场发展呢，影响比较大的呢，实际上是3条。第一条是一个总方针啊，很多人啊注意到，这个从过去说的2句话，现在变成了6句话，是吧？这个呢，我们不细说，是吧？因为我们底下还有很多的内容。那么第2段呢，是特别的值得关注的，就是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吧？这个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搭配20年了，是吧？这个我也呢有幸就是确定这样一种提法的过程中，多次的参与了，对吧？这个背后啊什么样的原因啊都知道，但大家后来呢就不愿意改，就是因为改了这个很明显，就给大家感觉啊就是政策转弯了。但是今年明确的改了，就是告诉大家，中央这个政策确实是向另外一个就是更加刺激国民经济发展的方向上啊，这个往这上面走了，这样，所以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印象这个提适度宽松应当是10几年前的事了，现在一直是稳健的。尽管在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个提法下，我们其实并不稳健，对吧？其实我们也很扩张，但是呢，提法的明确的改变啊，这个和那种悄悄的做啊还是不一样，它有号召性，对吧？那么同时还有一句话是叫超常规的逆周期调节啊，大家知道这个调节嘛，其实都是我觉得有时候是同义反复，对吧？宏观调控就是逆周期嘛，但是呢，反正他要这么讲嘛，就这么讲。但是这是这个值得注意的，就是说超常规啊，这个呢就给了大家非常多的想象的空间，是吧？然后打好政策组合拳等等啊，这里边。那么第3个值得注意的表述呢，就是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率、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啊。应当说这些呢，就是对于我们2025年以及今后一段时间的宏观经济的这个政策啊，给出了一个全面的新的描述啊。其中非常关键的是这个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一般来说，我们说简单一点，如果说财政政策积极啊，那就是说扩大支出。如果说这个收入不同时的增加的话，那就增加赤字，赤字增加就是增加债务啊，这是一个逻辑关系。那么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呢，那也就是货币政策当然它可以有很多的比如有利率的变化，那么当然从这个量的这个数量的调控来说呢，
可以增加货币供应增加信贷，但是其中现在是最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它要支持政府筹资，也就是说，中央银行要对于这个财政当局今后这一段时间里，可能是越来越大规模的这个债务操作要给予支持。所谓给予支持，就买它的吧，对吧？像中央银行的支持就是买债，对吧？所以这个呢，因此这样看今后今后宏观调控，就从政策角度来说我们会越来越集中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问题，这个上面。而协调配合的关键，怎么处理政府债务所以我今天呢，主要就围绕这个给大家说一说。所以中央金融工作会这个部署了，叫建立高质量的这个政府管理机制，对吧？这个是明确的说的，要建立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的长效机制，建立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机制这个讲得很明确然后还要大和主和权等等等等这个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那么这个债务我们既然讲到中国的债务，中国债务这个现在已经把它提到议事日程上了，对吧？而且是越提的位置越高。那么其实很重要的原因是，全世界都有这样一种发展的一个倾向，对吧？我们可以看这个国际金融协会这个不久前公布了全球的债务的情况全球债务余额是315万亿美元，是吧？这个债务密集度达到3.5以上，这个我好像在这个讲台上讲过这个事情，债务问题债务问题始终是我这个研究的这个主题之一，是吧？但是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说，在这315万亿美元的债务中，政府债务100万亿大家知道这个除了政府债务呢，就是个人债务、企业的债务、金融机构的债务那么应当说，在一个市场经济中，在一个正常运行的市场经济中，私人部门特别是企业借债很正常，对吧？这个大家要学过这个公司金融，就老师一定会告诉你，会借钱的这个领导是一个好的企业领导，对吧？你公司都是用自己的本金去运作，那你这个公司其实是一个做得很笨的了。你要善于借别人的钱生自己的金蛋，是吧？所以这个就是企业这个私人部门借钱呢是很正常的，政府部门借钱就有问题也不是说这个所谓就有问题，就是说你必须要仔细的看他借钱干什么。你有了这种瞌睡权，你还要借钱，对吧？所谓瞌睡嘛，大家知道这个一个最极端的定义，就是说是在承认私有制的情况下，对私有制的剥夺它是强制手段。你已经有了这样的强制手段，你还要借钱，对吧？还要借钱，更何况呢？你这个政府一借钱，那影响可是很大，它不像一个私人部门借钱影响很大呀，是吧？你会挤占别人的这个开支，然后呢，你会让货币当局来支持你，于是就有可能会有通货膨胀等等，这个所以对于政府的债务世界各国都是保持高度警惕的，而这样一个需要保持高度警惕的事情，现在是100万亿相当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93%。这于是非常明确的告诉我们，财政问题恐怕是世界各国这个面临的共同的问题。就是这个我们研究经济都知道，因为我是研究金融也研究经济，是吧？这个财政也研究，我们知道这个金融上出问题这个短时间你看不太出来，因为我就资产负债表嘛，对吧？资产负债表这边转过去，那边转过来，
这个你搞不太清楚，是吧？这个真正的它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特别它有腾挪的空间，但是财政这是没有腾挪空间的。等到你财政真出了问题的时候，那就是经济啊是真出了问题。所以我们这张图告诉大家的就是这个全世界的财政啊都出了问题，政府债务会伴随我们一个相当长时间。大家看这个图啊能看得到，美国这个一直很高，而中国呢也是上升的很快。那于是我们就来看一看中国的财政情况了，对吧？我们等一会儿可能会有人在讲财政，我呢就非常快的过。这个是在财政部网站上公布的，对吧？我们大家知道中国财政4本账，对吧？这是第一本账，对吧？这个一般公共财政收入减少，支出增加，这个是一个算术，小学生算术问题，那就是赤字可能会增加。那么最主要还有一个要点呢，就是收入啊，政府这个收入啊，它又可以大概念分成2类，一类是税收收入，对吧？税收收入是一个制度性的收入，对吧？你只要是这个收入发生，于是按照这个制度，你就要交多少税。还有一个叫非税收入，这个非税收入那就政府啊有自由的裁量权。那么大家看到这个非税收入啊，这个在增加，而且呢，这个今年以来啊，这个在非税收入方面出了很多的事情，以至于国务院啊，这个派了专门的这个调查组啊，到下面啊去谈这个非税收入问题。讲到这个中国这个全世界的财政收入啊，这个都遇到了问题，所以国债啊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那么这是中国的情况啊，中国我们刚刚讲了4本账，那么这个刚刚说的第一本账，现在是第2本账，就是政府基金。这本账呢，同样很重要，因为我们的地方政府的收支都是在这本账中体现。对吧？这本账同样是这个收入下降，支出也下降，对吧？这是我想大家都能够体会到的。总之啊，就是中国这个财政啊，看起来也是遇到了问题，因此合乎逻辑的一个结论就是，中国政府啊是要增加增加赤字，同时呢增加债务，对吧？那么这个图啊，给大家看一下啊，因为这几年出现了这样一些情况。那么所以啊，政府部门的杠杆率啊在上升，对吧？但是大家注意哈，因为这个时间我们吃掉这么多啊，这个我就中间就是简单的讲了。这个杠杆率上升并不必然意味着政府的刺激力度在加大，对吧？因为我们的计算这个显示，这个明年不知道，直到今年，我们的这个财政的刺激力度啊并没有增大啊，所以啊我们还这样看呢，就是还有很大的空间，对吧？那么这个是一个我们整个社会啊，这个非金融部门的债务的变化情况啊，大家看到是一条这个整个的是这个下行的这样一个趋势，其中呢，政府债务啊是那条红线啊，它呢一枝独秀啊，所以中国的问题啊，确实是政府债务啊已经很凸显了啊。那么我们进一步的看，这个现在有新的刺激政策啊，我们一开始就说了更加积极，对吧？这个适度扩张等等。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会有更多的政府债务产生，因此啊，这个我们要学会这个在我们的经济学的词典里加上政府债务，学会我们的经济生活中天天出现政府债务啊，学会啊在债务这个下生活，对吧？我们是看到这几个一共有12万亿新的啊。好，那么下面呢，就是既然有那么多债务，对吧？这个我刚刚已经讲了，我作为金融研究者，我是不怕债的啊。债呢是要管理好啊，要管理好，对吧？那么于是我们就要问3个问题：第一个，为什么发债？对吧？这个要说清楚。第二个，你的债卖给谁？啊，因为这个涉及到这个配置效果。第三个，好，你发的债也有道理，卖的呢也应当说呢也考虑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特别是考虑到货币政策。那么
你的债务可不可持续？可不可持续？这是3个问题，我们呢一个一个来看。为什么发债，对吧？那么现在的这个大的理由肯定是因为整个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对吧？非金融部门，一个就是企业，一个就是居民，居民和企业呢就不愿意花钱，于是就是存在了一个巨大的需求缺口，这个缺口由政府来弥补。政府大家注意，政府由于他在这个时候正需要他花钱的时候，他的钱少了，于是他就要多花就是赤字债务由此而产生所以平衡宏观经济运行，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功能，对吧？它要有效弥补这个总需求不足。但是这里面要注意大家都在说这个事情，但是真是要把它作为一个国策，还是需要有很好的谋划，要有很好的模型，很好的数字，很可靠的数字，你要跟踪，你要算出来到底要多少才能够弥补这个有效需求不足，或者说你把它弥补到什么程度，你让经济增长速度达到多少这是需要算的是需要算的。这个呢，反正据我所知，现在没有人很认真的算这个事情，所以这也正是我们下一步要做的事。第二件事呢，就是说这个我们也可以为国计民生筹集资金那也就是说有一些是可以有收入的这样一些债，对吧？我们这次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也谈到了专项债就是有收入的，专项就是说我指定的让你干什么的，而你干的这种事是肯定有收入的，你的收入既能还本也能付息不能还本不能付息是不能放到专项债里面的这个说实话，我们这个中央经济工作会这块讲的比较原则，真正要落实还有非常多的事情，对吧？因为这个专项债已经搞了好多年了很多的地方专项债发不完他头一年拿到专项债指标很高兴就发的，而且很快就发了之后没有项目那么于是就趴在政府账上，结果政府再过1年发现就为了这样一项筹资活动凭空增加了一块利息支出，所以专项债这个地方不太愿意发所以下一步如何这个把专项债发好，其实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它要有经济分析，要有偿债资金来源、项目管理什么等等，是吧？那么还有一些准公共债，是吧？就是它是提供准公共产品的，也就是说这一些事情并不完全是都是要政府做的，特别是并不是必然需要求政府用这个税收来做。那么于是他就可以和事业部门我这个笼统的说就是和企业等等这个合作来做，政府出一点钱，或者政府出一点本金，或者政府给一点贴息等等总之就是说政府发债的理由其实也很多我这里面还没有列到，还有一项就是在我们后面会看到，在这个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他会发一些债用来向居民提供利息收入，对吧？你债不是有利息吗？不是有利息吗？你不是有时候利息还很高吗？卖给老百姓怎么样？对吧？老百姓现在是钱没地方放，对吧？这个活期存款想变成定期存款还要指标，对吧？那你能不能发一个利息比较高的而且比较稳定的债卖给老百姓呢？对吧？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循环，我们后面会结合一些国家的例子来说这个事。那好，我们就这个例子就来了那么观察这个宏观经济运行，特别是资金的运行，最好的这个工具是资金流量表我们先看这个资金流量表，先看美国的情况，4条线，最上面的一条线是居民的线。那么这个我们有个0你看有个0，
那么在零上面的话，就表明它是盈余的，它的整个的这个资产负债表是盈余的。那好，我们这个可以看到，美国的住户部门是盈余的。这个在一个宏观经济运行中，这个盈余是不能保留的。盈余你必须能够通过某种渠道交给别人去用，或者是你买股票啊给企业去用了，或者买政府债给政府去用了，或者你索性产品我不会用，我也不想用，我放到银行去，银行通过贷款再给企业去用。总之，它要这个资金啊，它要流动，而且流动起来要正负相抵。如果储蓄多了，下一轮的经济运行就会萎缩，啊，如果资金少了，下一轮的经济运行啊就会有这个通胀，啊，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哈，我们只能这么说一下。那么我们看它的企业不好，美国的企业其实是不太好的。大家看，在这个零这个在上面上下波动。而且总的来说是在下面，那就是说美国的企业的资金，特别是资本金是不够的，啊，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那么当然最下面是美国的政府，政府那大量的债，啊，这个我们就不用多说了，你们媒体啊天天报道。那么这条还有一条虚线，这个虚线呢，如果说从美国这个地方来编表。这个虚线在它那个零上面，表明美国向世界借钱，或者表明世界其他国家也通过这种方式支持了美国。于是啊，它的宏观平衡看得很清楚，通过资金流量表就看得很清楚。美国政府赤字，对吧？美国政府赤字，那么美国居民通过买债来弥补，外国的这个投资者，包括像我们中国的中国人民银行。对吧？我们通过这个持有外汇美元定值的外汇储备，一定程度上支持了美国的财政赤字。它的企业的贡献，这个应当说微不足道，而且呢不确定啊。这是美国的宏观经济的平衡的情况啊。那我们知道这个道理之后啊，后面几个就好讲了。